写程式要多久？要学多久？过1月，教你们可以用流水线。出来喽，大家可以看投影，就要再重新再考一次。其次在主播下力赛。嗨，来了吗？你是双胞胎吗？这次我真的考第1名耶！是有一个身心健康光环协会。啊，非常害怕，生气。你们一组会有5个人，有2个人。好。要遮住哦。哎，你不要换。然后。